因父及聖之名，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共融，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各位主內兄弟姊妹早晨。今日呢，我哋會進入去嘅就係呢一個可以話係禮。有一班嘅兄弟姊妹咧，係會準備佢哋嘅呢一個咁嘅程序。咁對我哋嚟到講係做乜嘢咧？係咪啊？我哋會唔會喺翻我哋嘅生命嘅裏邊，同翻天主都喺度祝伊恩咧？成條嘅路，我哋要行嘅時間，我哋真係會唔會去尋找到天主，或者我哋話我哋未得住嘅、未尋住嘅咁樣。好似嗰啲即係我哋細個去玩嘅，望咗隻眼之後，嗰隻走去開咗之後，隻走去死咗之後炒。主耶穌唔係要我哋咁樣。今日我哋喺翻聖經嘅裏邊，我咧因為到成年先至會俾我哋去睇嘅件事，我哋會唔會咧係看穿？看穿其實係會可以話都係看破。我哋有修道嘅時間有看破紅塵，而係咧呢個嘅英文咧係 see through，唔係可以話純粹係走一個嘅唔知即係好似透視或者乜嘢，唔係呢樣嘢。see through 如果炒翻嚟字典嘅裏邊。可以話咧 ，to get the job done，to accomplish something。呢個咧係嗰個看穿、看透嘅就係我哋會唔會咧係再次深入一個層次對住我哋嚟到講，每一個人我哋有我哋嘅視線嘅時間，我唔會去到一個年紀話，我老花啦咁樣，我係散光。好明瞭，到最後尾咧，我哋能唔能夠看化看化咧唔係即係純粹係看破，係睇化咗咧係好多事。咁讓我哋能夠同翻我哋一班嘅一班準備領洗嘅兄弟姊妹，同佢哋咧係真係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基督，你奉命嚟到拯救懺悔嘅人，求你垂憐。基督，你嚟到召喚罪人，求你垂憐。基督，你喺天父面前為我哋轉達，求你垂憐。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得到永生。請大家祈禱。
全能永生嘅天主，求你以屬神嘅喜樂充滿你嘅教會，因此生於此世嘅人都能夠由上而重生，成為天國嘅子民。因你嘅聖子，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恭讀撒慕爾紀上，那時候，上主對撒慕爾說：把你的角盛滿油，我派你到白冷人葉瑟去，因為在兒子中，我已為我選定了一位君王。撒慕爾等人一來到，看見厄里亞布，心是站在上主面前的受傅者，但上主對撒慕爾說：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及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絕要他，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卻看人心。葉瑟就叫他的7個兒子都來到撒慕爾面前。撒慕爾對葉瑟說：上主沒有揀選這些人。撒慕爾於是問葉瑟說：孩子們都到齊了嗎？葉瑟回答說：還有一個最小的，他正在放羊。撒慕爾對葉瑟說：快派人帶他來，因為他不來，我們決不入席。葉瑟於是派人把最小的兒子帶來，他是一個有血色、眉清目秀、外貌英俊的少年。上主說：起來，給他傅油，就是這一位。撒慕爾拿起盛着油的角，在他兄弟們面前給他傅了油。從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臨於達味身上。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詠，讓我哋用心誦第411首、第411首，主為我們，嚟回應上主嘅聖言。請大家一齊唱從句嘅部分。我一無所缺，他令我都感恩的造極。我一無所缺，我令我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厄弗所人書，弟兄姊妹們，從前你們原是黑暗，但現在你們在主內卻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樣。光明所結的果實，就是各種良善、正義、實。你們要體察什麼是主所喜悅的事的作為，反而要加以指責，因為他們暗中所做的事，就是連提起也是可恥的。一切事情一經指責，便在光明中顯露出來。凡顯露出來的，就成為了光明。所以說，感謝天主。福音前歡呼，各位請起立。主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決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天空天主聖言，願光榮願主與各位兄弟姊妹同在，心靈同在。恭讀聖若望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候，耶穌看見了一個生來瞎眼的人。耶穌的門徒就問耶穌說：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覆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見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
顯揚出來。趁着白天，我們應該做派遣我來者的工作。黑夜來到，就沒有人能工作了。當我在世界上的時候，我是世界的光。耶穌說了這番話以後，便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了些泥，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對他說：去，到史羅亞水池裏洗洗吧。史羅亞解說，被派遣的瞎子去了，洗了，回來就看見了。於是鄰居和那些經常見他討飯的人就說：這不是那曾坐在這裏討飯的人麼？有的說就是這人，有的說不，是另一個很相似他的人。有人卻說，那人卻說就是我。他們問他說：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樣開了的呢？他答覆說：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給我說：你往史羅亞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見了。他們又問他說：那個人在哪裏？他說：我不知道。他們便將先前瞎眼的人帶到法利賽人那裏。耶穌和泥開了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於是法利賽人又盤問他怎樣看見了。那人就向法利賽人說：他把泥抹在我的眼上，我洗了就看見了。法利賽人中有的說：這人不是從天主來的，因為他不遵守安息日。有的卻說：一個罪人怎能行這樣的奇蹟？他們中間便發生了紛爭。於是他們又問瞎眼瞎子說：對於那開了你眼睛的人，你說什麼呢？瞎子說：他是一位先知。可是猶太人不肯相信他原先是瞎子，而現在看見了。等到叫了他的父母來，問他們說：這是你們的兒子麼？他們說：你們說他生來就瞎眼麼？怎麼他現在竟然看見了呢？他的父母答覆說：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兒子，他生來就瞎眼，現在他究竟怎麼看見了，我們卻不知道。或者誰開了他的眼睛，我們也不知道。你們問問他吧，他已經成年，會說自己的事了。他的父母因為害怕猶太人，才這樣說，因為猶太人早已議決，這樣誰若承認耶穌是默西亞，就必被逐出會堂。為此，他的父母說：他已經成年，你們問他吧。於是法利賽人再把那洗先前瞎眼的人叫過來，向他說：願光榮於天主吧！你們知道有一件事曾經是個瞎子，現在法利賽人辱罵他說：你去做他的門徒好了。我們是梅瑟的門徒，我們知道曾給梅
人。自古以來從未聽說有人開了胎生，這人若不是由天主來的，他什麼也不能做。法利賽人卻向他說：人都生於罪惡之中，竟來教訓我們，便把他趕出去了。耶穌聽說法利賽人把他趕了出去，他說：你信人子麼？那人便回答說：主是誰？好使我去信他呢？耶穌對他說：你已看見他了，和你講話的就是。那人於是說：耶穌說：來到這時，都回答說：你們如果是瞎子，就沒有罪了。你們說我們看得見，這樣存住，咁佢而家係冇罪喎。咁我哋喺翻大家之間有個咩嘅一個分別喺度咧？如果話大家我哋都係承認我哋都係無罪，都係天主咧俾我哋得到一個嘅救恩。咁我哋喺翻成個嘅過程裏邊咧，我哋會感覺到咧係舒服嘅。OK， 喺呢度咧，我哋會睇嘅，即係話我哋更上一層樓。其實事先我哋逐漸到我呢一個年紀嘅時間，我哋話我哋有老花，我哋有散光啊，或者我哋咧有時都俾人會話做咩？你發雞盲，即係有時都會講，或者你聽過佢咁搞錯，我發雞盲係咪啊？有時我哋嘅視線裏邊係咪有差距嘅？喺我哋嘅一個睇法裏邊，咁我哋再會睇下呢位嘅阿爸，經過兩個仔仔買咗一副嘅眼鏡俾佢，唔係治好佢嘅老花，睇到啲乜嘢咧？This is our dad seeing color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is how he sees a sunset versus how we see a sunset. For the past few months, we'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fix his color blindness, and after a ton of research and money, we finally got the right glasses to help him see color for the first time. I can't believe I've went my whole life without seeing this beautiful world. Wow, the ocean is so blue. 雖然好短啊，我唔係走去推銷係嗰隻嘅成嘅眼鏡，而係真正咧係我哋會話，我哋有時喺翻我哋嘅視野嘅裏邊，我哋會係睇翻我哋嘅神騷。有真理係冇愛咧，可能咧係沉淪。真理擺喺面前，係咪？嘅嗰啲法利賽人就單單睇係耶穌係翻呢個安息日，就係可以治病或者唔可以治病。佢哋會控告就係因為安息日，佢哋會睇得到咧耶穌
睇翻呢個嘅醫治嘅裏邊，最係愛，呢個係神話。有真理而係冇愛啊！呢個變成咧係殘忍。我哋睇翻呢個嘅生命嘅裏邊，我哋可能會遇到嘅係好多嘅誘惑啦，好多嘅有時候我哋嘅一種憤怒啦，或者我哋唔寬恕人啦，或者甚至有啲人我俾過大家都會睇過係嘛，嗰個嘅喺呢個黎巴嫩嘅新係去咗呢個色啊，佢哋兩個有6個仔女，竟然咧4個係冇咗身，甚至乎有講係呢個嘅 brain damage 係冇啦，係咪？你諗下點樣接受？但係喺翻個生命嘅裏邊，最後尾呢個嘅嗰個其實一個嘅主角啊，兩個主角，一個係 Danny 就係嗰個嘅爸爸，黎巴嫩個爸爸。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 Samuel，嗰個咧撞死咗人4個仔，因為酗酒吸毒撞死咗。兩個都喺翻裏邊嗰個視野嘅裏邊咧，佢哋會調適翻，係會話咧，我哋需要咧修呢個嘅生命嘅裏邊，有冇睇得到咧？係咪冇呢個再有一個嘅一個焦點，而呢個咧係變咗我哋嘅盲點啊！呢個好值得我哋睇。咁呢位嘅爸爸，當佢有呢個咁樣個眼鏡係調教到嘅時間，佢話：哦，原來咧呢個嘅太陽，呢個嘅所有嘅一切嘅裏邊，原來係咁靚。我哋再會設想睇翻嗰個瞎子，佢生來佢係盲嘅説話。你會諗下佢一生嘅裏邊，佢係要靠住咧係佢嘅觸覺，靠住佢嘅聽覺，靠住佢嘅一個感應嘅裏邊，人哋會俾錢佢，可能佢喺路上面行乞嘅時間，人哋抌嗰啲錢喺翻嗰個前半嗰度咧，嗰啲聲，人哋咧會俾錢。呢啲嘅一切嘅裏邊，係咪我哋要有我哋嘅嗰個盲點咧？好啦。盲點仲未嘅，喺好多嘅地方，喺我哋嘅生活嘅一個尋尋覓覓、營營役役嘅裏邊我哋會點樣去揾得翻我哋呢種嘅係希望喺度咧？正經話會係心都頭咧。尋日咧，我帶佢一班嗰啲中一嘅嗰啲聖詩嘅學生咧，就去咗長洲嘅嚇，我哋都經過2日嘅避靜嘅。個神師咧就同翻佢哋咧隔離房嘅啫。點樣知呢班夜晚黑即係嗰啲中一嗰啲，我講咗俾佢哋聽嘅啫。即係話咧係大家要靜啊、靜啊、靜啊，靜完咗之後夜晚黑即係有唔知見嘅，你唔走嚟走去嘅，要爭唔知爭去爭廁所咁我爭啲，我即係我都有種嬲怒點，我要攞個禮炮走出嚟煩佢哋即係咁啊！我話個校監都要咁樣做 ，sorry， 講笑啫。即係佢哋都知阿神佢哋講寬恕啊嘛，咁呢啲你哋會睇嘅時間就會話我呢啲嘅誤會嘅裏邊，會唔會使到我哋哎呀？咁你見到話呢班中一年喺度鬥嘅樣嘅，其實而家啲細路係咪即係我哋會話？佢哋啲咩嘅時間去反省啫？充斥住係咪隨時馬上打機馬上唔知即係幾多時會係馬上去瞓覺嘅啫，馬上去睡覺啲講嘢咧，即係仲有第二啲節目喺度跟埋嘅，精過成。喺呢啲情況之下，我哋仲會再睇嘅生命裏邊有冇呢份嘅困倦或者無助咧？今日嘅天主喺翻第一篇嘅讀經嘅裏邊，撒母耳記上，上主對呢個撒母耳去揾嘅嗰個咧，唔係神高神大，哇英明神武，哇唔知點嘅一個人，調轉頭嘅就係揾乜嘢咧？就係一個我要同佢傅油咧，就係呢個係一個豆丁，一個小嘅兒子，有呢個血色，眉目清秀。
外貌咧係英俊嘅少年，呢、個就係被天主咧所揀選。咁所以即係我哋再會睇嘅時間，就會話我哋嘅視線係去到咩嘅地步咧？有時嘅呢個憂慮或者咧係無助嘅時間，我哋會點樣咧？係咪投靠天主咧？定係仲話係靠住自己？我掂，我叻，我有能力，我有才氣，我有呢個嘅才能，我有錢，我有名望，係咪呢啲？全部都唔知。正如我哋會睇到今日嘅呢個福音嘅裏邊，呢班嘅猶太人，佢哋真係睇唔到咧嗰個奇蹟，睇唔到，係單單咧係會話呢個就係安息日，或者咧問翻嗰個媽媽究竟佢係咪佢係細個時間係盲嘅？一路落嚟有冇呢份我哋都唔可以講嘅話，有冇呢個 sympathy， 有冇呢個嘅係咪啊？有冇一個 empathy？ 有冇咩同理心？乜都冇。單單係會話，究竟佢證實佢係唔係出世嘅時間佢唔盲？而家咧佢唔係盲，爸爸媽媽會點樣講啫？佢自己大個佢成熟啦，你問佢咯，我哋唔知，其實佢哋知，不過係唔敢向翻係咪嗰個現實低頭。呢啲所有嘅一切，好啦。我哋去到嘅有時，耶穌嚟到要用呢個咁嘅泥，係咪？用呢個嘅口水搽和咗，你話哇咁邋遢嘅耶穌，當時係冇水，耶穌用咁嘅一個方式叫佢係去洗翻眼，去洗眼啊，係咪啊？咁呢個人話：哇咁搞錯，你用你嘅口水即係話開唔開？唔該，即係話唔知點樣。就抹咗佢唔知點樣，係咪咁核突？問我哋可能佢都會咁睇，但係佢真係咧係走咗去洗咗佢跟住嚟看而且喺嗰成個嘅過程嘅中間，耶穌會再問翻呢個嘅人，你經過呢個成個嘅過程嘅裏邊，咁邊個係赦咗你嘅罪邊個係會俾咗你有呢份咁嘅視線啊？邊個會俾翻你能夠得到痊愈啊？佢話就係嗰個啦，嗰個咧係嚟到，因為佢之前嗰段前邊個同你講緊嘅嗰一個，耶穌話同你講緊嘅嗰一個咧就係我所以佢會話主我信呢句説話，一個咁樣嘅行動。咁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相信咧，聖保祿喺翻今日嘅呢篇嘅讀經嘅裏邊知呢個厄弗所人書嘅裏邊話，我哋會唔會喺翻呢個嘅黑暗中間，我哋會見到呢個曙光？我哋喺翻我哋嘅一個迷惘嘅中間，我哋會唔會見到咧？呢個係一線之光。英文都有一句即係有句嘅説話叫做Now I can see the daylight. It means I can comprehend, I can understand, I can trust the man whom I confide my care to him。咁嗰個嘅最嬲尾嘅係一句説話，就係咩咧？同你講緊説話嗰個係我呢個人就話主我信。你諗下呢份嘅肯定，呢份嘅迫切，呢份嘅感恩，可以話咧唔係衝口而出嘅咁讓我哋咧都能夠支持我哋一班嘅兄弟姊妹喺翻佢哋嘅一生嘅裏邊，我都問過佢哋喺翻佢哋一生尋尋覓覓、營營役役喺嘅裏邊，唔同嘅年紀去揾嘅，唔係揾到個陳洪基嘅幫助，係揾到耶穌基督。雖然有個基字喺度，耶穌基督呢個先係更加重要。如果我哋會咁樣嘅説話咧，我哋會更加，我哋會祈求天主，主俾我哋能夠睇穿啦，唔係睇穿呢個 see through，not be lustful，唔係嗰啲嘢出於我哋嘅 compassion、passion 等等，睇我哋睇透係咩咧？
to do it thoroughly， 完全咧呢個係做得妥善，嗰個 see through 一個咁嘅意思。仲有咧係睇法to understand everything faithfully and spiritually， 呢個先係咧我哋嘅俾我哋嘅主俾我哋嘅視線。天主咧真係俾我哋係嘛？我哋作為一個牧者可能好多人會係好似一個嘅法利賽人咁樣去睇。不過頭天主亦都俾我唔係一個好似一個新嘅呢個法利賽人睇唔通、睇唔化、睇唔透每一件事，讓我哋咧都能夠求天主洗淨我哋嘅心，洗淨我哋嘅眼使到我哋咧有真正嘅視野，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好，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我哋嘅後洗者需要大家嘅祈禱同埋支持，好使佢哋徹底認識罪惡對人嘅傷害，並且咧渴望獲得天主子女嘅自由。請各位後洗者和代父母上前。Timothy, Jerome， 跟住佢一路去多謝 Cecilia and Savio。咁各位後洗者，你哋要依靠天主嘅德能同埋佢嘅慈愛，以力離開罪惡嘅控制。但就請你哋係俯首，表示咧喺天主面前嘅懺悔。各位請起立。要請我父母咧喺右手係按住咧後洗者嘅肩上，嚟咧有一份嘅扶持，亦步亦趨，孜孜不倦。各位在場嘅兄弟姊妹，請為我哋嘅後洗者祈禱，天主揀選咗佢哋，願佢哋以天主為生活嘅中心，並為永生嘅福樂作見證。願後洗者常能忠於基督的真理，並得到心靈的自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呼聲，天主，我感仰我。願後洗者明白十字架的願望，勝於人間的指望，從而一生尋找在天主內的幸福。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呼聲，天主，我感仰我。願聖神的德能充滿後洗者，但把他們的恐懼轉變為天主的信賴。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呼聲，天主，我感仰我。願後洗者在生活中不斷擇善棄惡，並能持守正義，成為屬於天主的人。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呼聲，天主，我感仰我。請為所有因基督的名字而遭受迫害的人祈禱，願他們在基督身上找到力量。為此，我們同聲祈禱。
天主聽我禱聲，天主我當向此外那些因種種障礙而不能隨心信主的家庭及民族祈禱，求主恩賜他們早日得到講信，從福音的自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禱聲，天主我當仰望。願我們忙碌於世俗事務的人都能忠於福音的精神。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禱聲，天主我當仰望。此外天主所鍾愛的普世人類祈禱，願眾人都能擺脫錯謬的束縛，在教會內獲得完全的生命自由。為此我們同聲祈禱。天主聽我禱聲，天主我當仰望。現在就讓我們靜默片刻，為個人心中的意象向天父祈禱。咁我哋今日咧都有我哋嘅巴家天神父咧，佢90歲咁生。咁咧佢行過一生嘅裏邊，可以係對天主一份嘅追求。咁自己嘅生命入裏邊咧經過嘅折磨啦，自己嘅國家又分散咗，又再合一成為個國家，亦都咧喺翻佢做呢個嘅嚟到中國做傳教士，佢嘅學與教，教與學，佢對天主嘅呢份嘅可以話咧係順服咧，願意係獻佢嘅生命咧係俾教會，亦都獻俾教會。咁甚至乎咧成為一位嘅神父，咁我哋咧都會特別為佢祈禱。Pray for the yes, today is the birthday of our Father Anthony Bowen, since has been living for in such a world, mingled with his life, his psychological approach, and also his itinerary of faith, his religious life and his priesthood. So we pray for him for his longevity, and also for his his faithfulness and endurance for his life. To this, we pray for the Lord. 天主聽我禱聲，天主我當仰望。咁而家咧係會為所有嘅後世嘅兄弟姊妹咧，為佢哋嚟作呢個嘅驅魔。請大家祈禱仁慈嘅天父，你恩賜胎生嘅瞎子，順從你嘅聖旨，使佢藉住信仰重見光明，得見你嘅國度。求你使後世者從錯謬嘅蒙蔽之中釋放出嚟，使佢哋服認真理，堅定不移，生活喺你嘅光明之中，直到永遠。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
上咧，更快能夠接受呢件事。咁各位後世嘅兄弟姊妹，咁我哋到下次嘅考核禮嘅時候，再係相聚嚟到祈禱，嚟到咧，你哋俾我哋嘅見證，我哋都俾你哋嘅見證咧，大家能夠咧係同步咧，能夠得到呢份嘅平安。啱啱預備祭品歌，讓我哋一齊同唱頌恩第8首，頌恩第8首，仁愛救世天主。全國都係你同埋你哋嘅屋各位兄弟姊妹，請你哋祈禱，望全能嘅天主聖父收納我哋同埋你各嘅聖。教會嘅益處。呈上禮品，作為我哋永生嘅良藥，求你幫助我哋以相稱嘅生活。
介紹你將要接受救恩嘅兄弟姊妹，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願主姊妹在。請舉心向上，請眾感謝主我哋嘅天主，主聖父主基督是主救恩，基督藉住降生嘅無跡，引導喺黑暗中行走嘅信仰嘅真光。又藉住重生嘅洗禮，使生於舊日罪惡奴役之下嘅人類，成為你嘅兒子，都是不揚歡呼。感謝咗，分都交俾佢嘅門徒咁啊！你哋大家咧係成將結實。親友同樣呢杯嚟，又感謝咗你交永久傾流避免罪惡，你哋要咁樣做嚟紀念我。上大的我主，我世人主，你最苦難，你主。死同奉獻前世。
原來咧，天主俾我哋嘅視覺都係一個恩賜啊，讓我哋都能夠咧，同翻好似呢個聖經裏邊嘅嗰個瞎子一樣，懷住呢份嘅感恩，亦都使到咧好多人喺佢嘅心裏邊係嘅盲條嘅，係。給我一種的聲，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你痛我們寬恕別人一場，要讓我與有愛。救我免於我。想主求你讓我承諾，並且喺一切困擾之中獲得安全，使我哋虔誠期待永生嘅幸福。